繼續來看台北捷運出現一個查拉布，是香港人專門找人坐的車廂來下手，唔拿土地批包啊，佮甲境外集團來合作，偷擼着信用卡，不法的所得幾啊百萬。啊，講這個香港一個嫌犯來台灣犯案3屆，所賺的錢攏已經會當佇香港買厝咯。啊，檢察官是甲求處9年的重刑。警方發出信號，警察接準時機點，全部衝過去，甲倒佇咧眠床頂穿烏衫的查甫人抓起來。現在地檢署因為竊盜罪嫌，要拘捕。原來伊就是頂半年佇咧結婚做前立法的香港籍車手，上愛去人質的車廂做賊仔，唔拿偷摕人的錢包花，佮甲含國外集團合作偷擼信用卡，非法金額上少抽200萬。信用卡公司就開始打電話給我，問我是不是有在海外消費，實際交易完成大概快10萬，有4筆。大概都是在哪裡刷的？阿拉伯。明明都無出國，卻收到國關陸凱通知，姓周的嫌犯負責偷摕人的信用卡，由集團特別製造駭客的程式，手機一個卡片資料就隨可標到假的信用卡，集團則擱摕假的信用卡佇咧國外一條一條偷偷啊擼。代誌造成了後，周先生就當摕到得要1半的本紅利潤，甚至好價甲佇咧香港合厝。就是安尼簡單一個路，全台灣上少13個人受害。警察調查姓周的嫌犯，為去年底到真濟擺來台灣犯案了後，就佮趕工出國，真無簡單3月佇咧桃園旅館掠着人，所以因為證據無夠保防放轉去。不過限制出境出海，警察破解手機啊了後，證據顯現，周先生急趕問朋友免怎走路，總算佇咧3月底叫拘提了後，記啊穩准。7月底檢察官偵結起訴，互判關9年重刑。把證件先拿出來。姓周嫌犯扣抓起來了後，堅持無認罪，不過證據攏佇咧手機內底。這嘛是台灣頭一件偷擼信用卡案例，可起犯罪處罰升級。警察繼續跟蹤調查，未予嫌犯夜網出啊，逍遙法外。